由师太音乐甲蓝赛图文创园区管委会合作，连续2礼拜，伫咧蓝赛图举办海岛万花筒预热音乐节，邀请众多新生代歌手为现场插入气氛。秋君伫现场人气大爆发，连续再来多首好歌。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甲新人奖的吕强，则是展现灵魂的歌喉。乐天女孩副队长曲艺以甜美开朗得到大众喜爱。李子婷场场表演这首歌曲，让现场每一位民众拢真陶醉。顶礼拜错过活动的民众嘛，唔免可惜，因为这礼拜六礼拜8月10号、11号，将有多个表演团体艺人接受演出。师太音乐甲蓝赛图文创园区管委会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听歌、踅市集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